好，左手边谁要切一下？你呀，哎呀，要切嘞。来，我们那个麦克风帮他拿一下。哇 ，Chris。我把它火开好了，好不好？好像我在那个水。那个耳轩，你帮忙一下。对对对，哇。好。带你鼓走来终结我们的故事。徜徉在椰子树下，听琴声说情话，就这样慢慢融化。3、2、1，哎！我跟尔轩先认识，然后我们是网友，对，那时候都是在网络上发一些小作品啊什么的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先在网络上认识，然后一起做了一首歌，然后后来我先认识 Chris 跟 Ray 的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大家都是独立自己制作音乐，然后就想说把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组成 Chin Squad 一起做音乐，大家比较开心，这样。哦，所以他有因为他比较理性，然后他比较感性。他也偏感性，然后我是介于中间，然后我是性感，我介于中间，所以我就会负责调和大家这样，他们会各自提出意见，然后我来整理。所以当有意见不同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大妈妈，大妈妈，所以意味这个年纪上面也比这些这个拉高平均年龄，不好说，本来22，喂，这么平均下去变29，没有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好像也差不多。我跟 Chris 是我们两个是同年比较大，对，然后俊硕中间，然后尔轩最小。对，我是小孩子，他们都照顾我。对。你会不会在创作上面会有一些代沟啊？不会吧？会吗？不会，完全没有。他很成熟，嘿，谢谢。我们也很幼稚。哎，很会讲话。我们这个音乐能力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在创作上其实反而蛮合得来。演唱会上会有什么特别的表演可以先透露一下？娄俊硕会脱衣服。没有这太赢了。没有，因为我不讲，你就会讲。对，我没有讲啊，你很聪明的是。可是我先会脱衣服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我们4个会带来各自分别的表演，就我们自己的歌曲也会在上面表演，然后我们有请一个神秘嘉宾，对，这算是跟我们一样幽默类型的嘉宾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Damn， 他没在开玩笑，屁股不大，Oh man， 这我要，你怎么跳得这么快？I don't know about you, show this is Ben's booty right there. Want some new drinks， 没把过去太累了，爱你的程度就好比我多爱耶。3、2、1， 想与你相依，交织的是情话意。No there's only you and me。我把所有惊喜轻声在我耳边话语。Under the coconut tree。Und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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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e coconut tree。 Under the coconut。Damn， 你也太辣，想尝一口不是代价。关于你我全答对 ，But I can't I say， 要你跟我走，我要你跟我走，我要你牵我手。I'll let you know what's going on, yeah, baby， 放轻松。